来看婚姻的消息，未了老农会馆为民国84年使用到即马已经20外档啊。除了讲呢有较旧以外，无障碍设施嘛是无够。因应的即款高龄化的问题，为了乡公所呢积极甲卫福部争取经费，建设新的多功能社会福利大楼，打算伫112年中就完工。 为了老人会馆自25年前完工使用到今，厝已经真旧啊，所以无障碍设备嘛无够。为着让厝内底设备变齐，为了乡公所主动向卫生福利部争取经费，规划来起多功能社会福利大楼。第一场透早乡公所举办新大楼的动土典礼。让我们的麦寮乡的老人活在快乐幸福当中。今后建筑物建了之后，我们更发挥我们的多功能的这活动。因为即摆高龄化社会，新大楼起好了后，除了让济岁人来这活动，嘛增加2岁以下的带囡仔服务，除了设计有通后壁未了公园，功能愈完善。那未来我们很期待，在一些老人及日间照护及小孩子的照护上面，能够发挥它的真正的多功能。 新大楼预计伫咧112年会起好，经费拢总开7300万。乡公所希望大楼起好了后，因会当到照顾厝内是大人含幼囡仔。因为1、2楼是福利大楼，3楼是儿童0岁到2岁的时阵儿童育婴中心希望未来多功能的所在会当发挥。 即摆济岁人愈来愈多，希望大楼起好，老大人福利会当愈受到重视。